好吗？当然。相公，还有什么事啊？想了大葱问烧香问妇女们的子十分用情，我等问这前去，那多有不便。相公，哪有什么要紧？我们只管一问，不去看他们也就是了。万事不去好。送进了好吗？我些到底怎么能送进你呢？送进我，送进我，进不进？进我，进我，进我，进我。相公，梁夫收到了好东西，他偷偷的藏起来了。哦，梁夫。找到了什么东西？来，取来我看。相公，喏，原来是一张药杯。玲珑剔透，月飞灯，快来此房多珍贵品，查名家。那是你们可以不买。相公，哪要等多久啊？我们不去问啊。有存上京又不是不打字，这只牛排是煎料子吧？岂不是就忘了设备之人？相公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在这里等吧。真倒霉，到这里吃到了这块牛排，好，等就等吧。哼！哼！哼！要记得我真会办，此行到终里。喂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呀？你怎么不讲道理呀？这里谁都可以站，你推前推后做什么呀？人家要紧的事嘛。什么要紧的事？我找东西，我找东西。找东西？你到别处去找，这里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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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东西。我看你身上慌张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找东西。莫非大姐收入了归属之啊？是我家小姐失落的。是你家小姐失落的。相公，
那茫茫扬州人千万，将我到此去找寻。哎呀，只怪我做事太糊涂，为什我刚才不懂相公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有了，那小姐的事我都知，我最近